高雄站案头有几个民众伫无共区拢检举共一个奥多摆的驾驶，毋若无戴安全帽啊，佮用骑的放双手伫骑，佮撇来撇去骑颠倒向，直接是互检举11项的违规。警方是表示讲会来调监视器来厘清所有违规的行为，做回来处罚，卖甲这个驾驶移送法办。 徛伫脚踏顶头，双手摊开开，安尼骑奥多摆。高雄盐埕区五福四路15尾阿妈的时阵，出现一个奥多摆骑士，毋但无戴安全帽，骑奥多摆也佮放双手，互民众看甲戆去。驾驶人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第6项未戴安全帽，第43条第1项危险驾驶。 第44条第2项未礼让行人，以及第53条第1项闯红灯等规定。骑奥多摆放双手的骑士，伫五福四路就违反真侪项道交条例，上悬会当罚到47900块的罚金，也佮涉犯公共危险罪。也毋过，其实伫同一天，高山连海路、灵雅三德二路，拢有民众看到这个骑士，除了骑车放双手，也佮骑 S 型，甲骑正向，会影响其他的那个行车路权。 告诉他，如果像你这样子会妨害到我们后面的，看不到你的前面，那如果肇事的话怎么办？民众烦恼这款骑车的方式可能会致使交通事故，即马警方沿路调监视器的画面，找骑士到案说明，也会举报骑士的违规行为。该车有违规跨越双黄线2次、闯红灯1次、未戴安全帽4次、危险驾车4次等违规行为。 总计最高可处罚155000元。交通大队检视民众翕落的影片，统计骑士上无有11项违规的行为，上悬会当罚到155000块，而且吊牌照6个月。呼吁民众毋通为着电风行危险驾驶，危害交通安全。公司新闻高雄报道。